后来继续来看台中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，民进党的参选人林静怡早起来成立着竞选总部，同时来发表着竞选的歌曲《自由的花》，讲要为原本甲人接生着新生命的妇产科的医师，转做予台中第2选区迎接着新政治的立委。国民党的参选人江宽恒，因为徛南屯的招待所是违建，早起已经看到水电工人要开始来拆设备了。中二选区立委补选，民进党籍参选人林静怡甲林佳良带议长甲前立委陈柏惟做伙拜拜，宣布林静怡竞选总部成立。接生新政治，静怡来开户。竞选的主题曲是《自由的花》，内容是希望借着前人伫中二选区所赢的自由政之后，由本来是妇产科医师负责接生的林静怡，变成中二选区迎接新生命的立委。希望地方的政治不要再有过去那一些恐惧、不安或者纠葛，重新让我们的民主自由回到人民手上。林静怡这边是咧庆祝竞选总部的成立，伊的对手国民党籍参选人颜宽恒伫南屯的招待所，因为是违建，早起就有工人来这里拆设备。大人讲这要拆哇，这要拆除啊！哎，不是要拆除吗？这些器具要先拆啊！这间招待所违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51平左右，是干那会拆违建的部分，还是规个招待所拢拆？颜宽恒讲，一切依照法律的程序，估计会伫7日开始正式拆除。